欢迎大家回到频道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讯息，这可能会改变你对运动的看法。50岁以后，有一个运动习惯是很多台湾人每天都在做的，但它却悄悄地伤害着你的膝盖和腰椎。你可能不知道，这个习惯正在让你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更虚弱。我在门诊看过太多这样的案例，许多人告诉我，他们每天都很努力运动，跑步、爬山，做各种高强度训练，但膝盖却越来越痛，腰也越来越不舒服。他们以为运动越激烈就越健康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50岁之后，我们的身体会发生巨大的变化，肌肉每年会流失1%到2%，关节开始老化，反射神经也变得迟钝。如果你继续用错误的方式运动，不但得不到效果，反而会让情况更糟。你可能会觉得奇怪，明明已经很努力控制饮食，拼命运动，为什么身体还是一样虚弱，甚至更差？如果你不把这支影片看完，你可能会继续用错误的方式锻炼，让你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更虚弱，即使你非常努力，也没有用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5个简单、安全，而且效果比跑步或高强度运动更好的动作。这些动作是专门为50岁以上的朋友设计的，可以帮助你保护关节、增强肌肉、改善平衡感，让你远离跌倒的风险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能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数字0。首先，我想让大家理解一件事，你的身体会变弱，这不是你的错，这是自然的老化过程，每个人都会经历。50岁之后，我们的身体确实会产生很大的变化，肌肉开始流失，荷尔蒙分泌减少，骨质变得脆弱，平衡感也下降得比以前快，这些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。让我举一些台湾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例子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爬公寓的楼梯时变得比较喘？从全联或家乐福提着购物袋走回家时，手臂特别酸。在捷运站等车时，站久了腰就开始不舒服，这些都是身体老化的讯号。很多人以为继续跑步就能保持健康，但其实跑步对50岁以后的人来说，并不是最好的选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跑步主要是消耗热量，但它无法防止肌肉流失，也无法改善平衡感。更糟的是，跑步会让膝盖和髋关节磨损得更快，尤其是如果你的体重比较重，或者跑步姿势不正确的话。50岁以后，运动的目标应该改变。我们不是要追求跑得多快或多远，而是要保持肌肉，维持平衡，保护独立生活的能力，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。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帮助我们应付日常生活的运动，比如说能够轻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能够稳稳地走在湿滑的地板上，能够提起重物而不伤到腰，能够保持平衡而不会跌倒，这些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。现在让我来介绍第一个动作，高低位平板支撑。这个动作非常重要，因为核心肌群无力是导致在浴室跌倒的最主要原因，而这个在台湾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。为什么这个动作这么重要？因为核心肌群就像是身体的安全带，它保护住你的脊椎，维持你的平衡，让你在移动时保持稳定。50岁之后，核心肌群会快速萎缩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开始出现腰痛、平衡感变差、弯腰捡东西变得困难。让我用台湾人日常生活的例子来说明。当你弯腰捡掉在地上的东西时，需要核心肌群来支撑。下雨天走在湿滑的地面上时，需要核心肌群来维持平衡。在公车站等车，站久了腰会酸，也是因为核心肌群不够强壮。
传统的平板支撑是静止不动的，但高低位平板支撑是动态的。这个动作可以改善神经反射，帮助你在失去平衡时更快地做出反应。这对预防跌倒非常重要。现在让我教你怎么做。这个动作有3个难度等级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。第1级是最简单的，靠墙坐。站在墙壁前面，双手撑在墙上，身体呈斜线，然后轮流将一只手的手肘弯曲，让前臂贴在墙上，再撑起来，左右交替进行。这个姿势对关节的负担最小，非常适合刚开始练习的人。第2级用厨房的流理台或桌子，双手撑在流理台边缘，身体薄，持一直线，然后同样轮流弯曲手肘，让前臂贴在流理台上，再撑起来。这个高度比墙壁低，难度会增加一些。第3级在地板上做完整的高低位平板支撑，从高位平板支撑开始，也就是双手撑地，身体保持一直线的姿势，然后一次一只手将手肘弯曲，让前臂贴地，变成低位平板支撑，接着再一次一只手撑起来，回到高位。记得呼吸很重要，往下时吸气，往上时吐气，动作要慢，不要急。最重要的是，整个过程中不要扭动臀部，保持身体稳定。常见的错误是臀部抬得太高，或者腰部往下塌。正确的姿势是从头到脚跟成一直线，像一块木板一样。第2个动作是壶铃硬举，或者叫髋关节铰链动作。不要被这个名字吓到，这个动作其实很温和，即使你曾经有腰痛的问题，也可以做。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动作这么重要。臀部肌肉和大腿后侧的腿后肌群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肌肉群之一。这些肌肉帮助我们站起来、提重物、爬楼梯。很多台湾的年长朋友会腰痛，主要是因为弯腰的姿势不对。我们常常会弯着腰去搬东西，这样会让腰椎承受很大的压力。髋关节铰链动作教你用正确的方式弯腰，把压力从腰椎转移到臀部和大腿，这样就能从根本解决腰痛的问题。让我用日常生活的例子来说明。当你从超市提出5到10公斤的米回家时，需要这些肌肉；当你端足一大锅热汤时，需要这些肌肉；当你抱起孙子时，也需要这些肌肉。如果这些肌肉不够强壮，你不但做这些事情会很吃力，还很容易受伤。现在让我教你怎么做，同样有3个等级。第1级不用任何重量，只练习髋关节铰链的动作，站直，双脚与肩同宽，双手放在大腿前面，然后想象你的臀部要往后坐，就像要坐在椅子上一样。但椅子在你后面很远的地方，膝盖微微弯曲，但重点是臀部往后推，上半身自然往前倾，但背部要保持挺直。手顺着大腿往下滑到膝盖左右的位置就可以了，然后用臀部的力量站起来。第2级用1到2公升的水瓶代替哑铃或壶铃，动作跟第1级一样，但双手要握着水瓶，这会增加1点重量，让训练效果更好。第3级用轻的壶铃，如果你没有壶铃，也可以用哑铃或其他有重量的东西，重量不用太重，3到5公斤就可以了。重点不是重量有多重，而是动作要正确。最重要的关键是背部要一直保持挺直，不能弯腰驼背，重心要放在脚跟，感觉臀部和大腿后侧。在用力往下时吸气，站起来时吐气，动作要慢，不要急。建议一次做10到15下，休息1分钟，做3组。第3个动作是伏地挺身，但不是一般的伏地挺身，而是靠墙或跪姿的伏地挺身。让我先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我有一位病人，他姓林，今年67岁，住在高雄。他来找我的时候，
告诉我他每天早上从榻榻米床垫上起来时都会头晕，觉得很累。他以为是血压的问题，但检查后发现血压正常，问题其实是他的上半身肌肉太虚弱了。我建议他开始做靠墙伏地挺身。一开始他很怀疑，觉得这么简单的动作怎么可能有效？但他还是每天做。3个星期之后，他回来告诉我，他现在起床容易多了，肩膀也比较不痛，晚上睡得更好了。他说他现在每天早上都期待做这个动作，因为他真的感觉到自己变强壮了。为什么上半身的力量这么重要？因为上半身的肌力可以预测寿命的长短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科学研究的结果。上半身的力量帮助你从床上或椅子上站起来，特别是从比较低的座位。当你不小心滑倒时，需要用手撑住自己；当你需要推开重的门时，需要用到这些肌肉。这些听起来很简单的动作，但如果肌肉不够强壮，做起来就会很吃力，甚至可能受伤。这个动作对更年期后的女性特别有帮助，因为荷尔蒙改变会让肌肉流失得更快。现在让我教你怎么做。靠墙伏地挺身，站在墙壁前面，距离大约1，各手臂的长度，双手撑在墙上，比肩膀稍微宽一点，身体保持一直线，然后慢慢弯曲手肘，让胸部靠近墙壁，再撑回去。这个动作对关节的压力最小，非常适合关节不好的人。跪姿伏地挺身，跪在地上，手撑地，双手比肩膀稍宽，从头到膝盖保持一直线，不要让臀部抬太高，然后弯曲手肘，胸部往下，再撑起来。如果你觉得靠墙太简单了，可以试试这个，注意手的宽度不要太宽，大约比肩膀宽一点点就好。往下时吸气，往上时吐气，肩膀不要耸起来，要保持放松。每个星期你都可以试着进步一点点，也许第1周你只能做5下，第2周可以做7下，慢慢增加。重点不是一次做多少，而是持续的做。第4个动作是单腿硬举，这是一个训练平衡感的动作。我知道听起来有点难，但请你耐心跟着我做，慢慢来，不要给自己压力。50岁之后，平衡感会明显下降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下公车时会觉得不稳，上下捷运的阶梯时要特别小心，走在湿滑的路面时会害怕跌倒。跌倒对年长者来说是非常危险的，可能会导致骨折，甚至影响往后的生活品质。这个动作不只是训练肌肉，更重要的是训练大脑和肌肉之间的连结。医学上叫做本体感觉，就是你的身体知道自己在空间中的位置。年纪大了之后，这个感觉会变弱，所以我们需要透过训练来维持它。现在让我一步一步教你。一开始，请你站在墙壁或椅子旁边，用1只手扶住，这样比较安全。站直，重心放在1只脚上，另1只脚轻离地，往后抬起。同时，你的上半身慢慢往前倾，就像做髋关节铰链一样，重点是保持背部挺直，不要弯腰。你不需要抬得很高或弯得很低，一开始只要几公分就好，重点是保持平衡，感觉你的脚踝、膝盖、臀部都在用力维持稳定。慢慢的站回来，然后换另1只脚，每边做5到8下就可以了。如果你觉得这样太简单了，可以巴氏进阶版本，手上拿着半公斤到1公斤的哑铃或水瓶，这会增加一点难度，让训练效果更好。有一件事我要特别提醒你，如果你做这个动作时腿会发抖，不要担心，这是好事。发抖表示你的神经系统正在被启动，正在学习怎么控制平衡。随着练习抖动会慢慢减少，你的平衡感会越来越好。这个动作要慢慢做，不要急，呼吸要保持正常，不要憋气。
如果你觉得不稳，随时可以扶着墙壁或椅子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。每个星期练习几次，你会发现你的平衡感明显改善，走路会更稳，也更有信心。第5个动作是训练握力，就是用手握球的动作。你可能会想，握力有什么重要的？让我告诉你，保持双手的力量，就是保持你的自由。想想看，日常生活中有多少事情需要用到手的力量？打开罐子的盖子，这是很多年长者觉得困难的事情。带孙子过马路时要握紧他的手，在捷运上抓住扶手，保持平衡。拿着购物袋走回家，切菜、拧毛巾、开门，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都需要足够的握力。如果你的手没有力气，这些日常的小事就会变成困难的任务，你会开始需要别人帮忙，慢慢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。但更重要的是，研究发现握力可以预测健康风险，握力强的人，心脏病、中风甚至死亡的风险都比较低。这听起来很惊人，但这是真实的科学数据。为什么握力这么重要？因为训练握力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改善神经系统的功能，还可以帮助预防手抖。对很多年长者来说，手抖是一个困扰。虽然握力训练不能完全解决，但确实可以改善。这个训练非常简单，你甚至可以在看电视的时候做。你需要准备一个握力球，或者把毛巾卷起来，甚至可以用专门的握力器。如果你什么都没有，也可以握紧拳头，但有东西握会更有效果。用一只手用力握紧，握到你感觉手掌的肌肉在用力，保持5到8秒，然后放松，休息几秒钟，再做一次，每只手做10次。你可以一天做2到3回合，早上1次，下午1次，晚上1次。因为这个动作不会累，所以可以经常做。进阶的方法是握得更慢，保持得更久，或者用力握得更紧。你也可以用2颗不同硬度的球，先用软的，再用硬的。这个动作的好处是，你会很快看到进步。也许一开始你只能保持3秒，但1个星期后，你可能可以保持8秒。这种进步会给你很大的鼓励，让你更有动力继续练习。记住，双手的力量就是你的自由，不要忽视这个简单的训练。现在让我用一个年长医师的口吻，温暖地跟你说明哪些人适合做这些运动，哪些人需要特别小心。首先，哪些人应该做这些运动呢？如果你50岁以上，平常比较少运动，或者有轻微的腰痛，平衡感不太好，想要保持健康，能够自己照顾自己，那么这些运动非常适合你。这些动作都是为了让你能够独立生活，保持生活品质而设计的。但是有些情况需要特别注意，如果你曾经做过关节置换手术，比如换过膝关节或髋关节，你应该先问问你的医师或物理治疗师，确认这些动作对你是否安全。如果你有高血压，但还没有控制好，做这些运动前，请先把血压控制稳定。运动对降血压有帮助，但要在血压稳定的情况下才能开始。如果你经常觉得头晕或昏眩，特别是站起来的时候会头晕，那么在做单腿动作或平衡训练时要特别小心，一定要扶着东西。如果你有坐骨神经痛，就是从臀部一路痛到腿的那一种痛，或者有胸痛的问题，请先去看医师，确认原因之后再开始运动。这个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我要告诉你，运动造成的酸痛跟不正常的疼痛是不一样的。运动后肌肉酸酸的，这是正常的，代表肌肉正在变强壮。但如果你感觉关节刺痛、有麻木感，或者痛得很厉害，那就不正常了，要停下来休息。如果你有手脚发麻或刺痛的感觉，
或者有任何让你担心的症状，请去看医师检查，不要因为怕麻烦就忍耐。早期发现问题比较容易处理。总之，这些运动对大部分50岁以上的朋友都是安全有效的，但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。如果有疑问，问问专业人士总是比较保险。现在让我做一个总结，也给你一些鼓励的话。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回到20岁的状态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也没有必要。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？是让你在60岁、70岁的时候，还能够自己去市场买菜，自己煮饭，自己照顾自己，不需要依赖任何人，这才是真正的健康，真正的幸福。我想告诉你一个事实，50岁以后的身体还是可以变强壮的，只要用对方法，持续练习，你会看到改善，也许不会很快，但一定会进步。做这些运动会带给你什么实际的好处呢？你会发现站久了不会那么累，爬楼梯变得比较轻松，走路更稳，更有信心，晚上睡得更好。这些看似小小的改变，其实会大大提升你的生活品质。你不需要一次做完所有动作，今天先选一个动作，跟我一起做1分钟就好，就1分钟，不会花你太多时间。明天再加一个动作，慢慢来，不要急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把它分享给你最在乎的人，也许是你的配偶、你的兄弟姊妹、你的朋友，让他们也能受益。最后，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你想从哪一个动作开始？是核心训练的平板支撑，还是保护腰部的关节铰链，或是训练平衡的单腿动作？留言让我知道，我会很高兴看到你的回音。记住，年纪大不代表就要虚弱，只要用对方法，你的身体还是可以很强壮，你的生活还是可以很精彩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保持健康，享受美好的人生。谢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次见。